大家好，我叫叶佳瑶，因为一个小意外来到了这里。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突然被山贼抢亲了，还嫁给了黑风寨的卧底。不过看他长得帅的份上，这件事情就当我吃亏吧。刚适应了山寨的生活，日子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黑风寨被攻破了。只是逢场作戏，没有爱情，我还有伟大的美食事业，让夏蠢驴见鬼去吧！我要走遍中华大地，去经营开大酒楼。哎，也不知道我是捡王爷体质，还是这儿的世子王爷太多。就这样，又捡了一个爱翘家玩的小王爷，还一路带着他到了金陵。嘿嘿，为了伟大的中华美食事业，我顺利地成为了天上居的主厨。就在美好生活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又再次遇到了他。可没想到，后来他居然说：“季轩，我……叶加油，忍住，淡定，他马上要向你表白了，他要表白了。”你胖了。夏蠢驴，你说谁胖？哎，我真的胖了吗？怎么可能？阳光照在屋檐，洒满房间。睁开双眼，早餐放在枕边。早前升起炊烟，星火点点，诗篇画万千，化作如你笑颜的香甜。老人说爱是柴米油盐，每一天都要见面，洒下雪花般漂亮，慢慢溶解，花开了冬天，过庆典过后要宽颜，别再用悲伤来勾芡，调配出哀愁喜乐等待机缘，饮出苦辣酸甜，就让爱穿梭时间，跨越界限，你在身边，停止我的思念，眼前色香味鲜，两样俱全，感动在世间，你我心照不宣，也许终有一天，花落离别，过往画面在我脑海浮现，几片欢喜音乐，一烧情意绵绵，柴米油盐编织爱恋的诗篇。菜都做好了，还不点个追番？新的萌芽。不能让夏蠢驴破坏了好心情。也不知道之前那些松花蛋怎么样了，得抽空再做一点。啊，天气不错啊！走啊，小鸟。作为主厨，今天也要大干一场。哈哈，大家早上好啊！早，姚哥。大家都去哪儿了？难道姚哥不知道？哎，知道什么呀？那就请姚哥到门口去看看吧，或许他们都在那里。那我去门口看看。
奇怪，怎么连客人都不见了？那家伙我见过，人倒是长得挺精神。他装修比天上君好那么多，还开在我们对面，这生意可咋做呀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喏，姚哥，你看，醉仙楼。好巧，你也来这醉仙楼吃饭啊？我说客人都去哪儿了？怪不得之前都一直挡着，原来在见这个大家伙啊！等我赚够了钱，一定要把天上居建得更气派。醉仙楼的掌柜陆小天可是当今御膳房主厨陆一鸣的儿子，名声了不得呢。厨二代。哎，反正也没生意。蒋玉林，你去把钟祥也叫来。咱们也去对面捧捧场。总算排到了。满员概不接客，望酌情调节排队时段。那还有这么多人排着，这醉仙楼到底厉害在哪儿啊？二位请坐，里面那桌。客官，请问您几位啊？我们一共6个人。好嘞，这边请啊。哎呀，这菜做的色香味够足，讲究。还行吧，这一盘我倒觉得不如天上居的好吃啊。嗨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回锅肉配上这野菜才更够味儿。灶台架在大堂里，这是要搞厨艺表演吗？好别致的砂锅，不过一般的砂锅可烤不了多久。灶台上的那道菜是景小王爷点的吧？没错，你看景小王爷吃的多香啊！不容不错。景小王爷，醉仙楼的菜好不好吃啊？好吃好吃。嘿嘿。哎呀，大瑶瑶，我是来给你探路的。都来看看这是什么？菜里居然吃出了石头！你们醉仙楼就这样招待客人的吗？啊，不会吧？对不起，客官，请让我看一看。如果真是店里的疏忽，这一桌的菜由小店请了。你们请？你以为这么简单就能打发我们？叫你们掌柜的出来！开店就有人闹事，这个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他不是谁是？我亲眼看到的。大伙快来，三夫人在这里，他也不是好人。你别跑！原来是这个家伙，这是吃了多少霸王餐才胖成这样？你们醉仙楼给客人吃石头，掌柜的还不敢露面。阿勇，来者便是客。这人谁啊？这就是醉仙楼的掌柜陆小天。哇，这么年轻啊！这位客官，请先息怒。小店菜品都是在下亲手烹制的。在下陆小天，是这醉仙楼的掌柜兼主厨。少爷，你就是这儿的掌柜。陆掌柜，你的店菜里吃出石头来了，差点把我和我弟弟的牙都硌掉了。怎么着，你也得赔我们20两银子。醉仙楼开张第1天，图的是和气。这顿饭我请了，恕在下不远送了。陆掌柜，20两有点少吧？哼，对，20两就想打发我们，我们要，再加100两。再加100两，你们。陆掌柜要是不想给，那我们就不走了。小景，你说这石头会不会是有人放进去的？哦，对，保不齐有人来吃霸王餐呢。陆掌柜还找了2个托来对付我们这些食客。我看这2位兄弟虎口有碱，当是常年抓握马刀所致。听说朝廷前阵子刚刚把黑风寨的土匪给剿了。是啊，春雨哥刚从黑风寨剿匪回来，难道？
天先放过你们，都给我等着！我们走。这个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？赶紧过来！希望下次二位能再次光临小店。差点暴露了。没想到开张第1天就给诸位看笑话了，多谢2位帮忙解围，小天在这谢过了。哦，景小王爷点的菜就要出锅了，我先失陪一下。云南松茸。先用砂锅提纯出3黄鸡整鸡骨头的汤汁，最后再骨肉分离。这样一来，出锅后汤会灌入鸡身当中，形成灌汤鸡。真是伶俐的刀工啊！怎么还能加热？不会裂吗？完成。缝隙松茸。缝隙松茸。啊！景小王爷，请慢用。大洋洋，这难道是松茸鸡汤？当初我按照丹徒县制的说法，把松茸换成牛肝菌，再加入河豚，鸡汤在鲜味上可以直接提升1个等级。可为什么当时会？河豚？是河豚吗？没有道理啊！河豚的加工去毒需要30多道工序，这些步骤我不可能漏掉的。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大瑶瑶，什么牛肝菌、河豚啊？他居然看了一眼就想到了更提鲜的烹饪技巧，这位小哥不简单呢。最后把牛肝菌放入沸腾的水中炖煮。方才听到阁下对这道缝隙松茸的见解，陆某甚是佩服。你都听到了？哼，用牛肝菌搭配河豚，确实能在鲜味上有一个质的飞跃。不过，却有一个致命的隐患。隐患？阁下，你只要尝一尝鸡肉，便能明白。答案就在里面。是牛肝菌。
如果牛肝菌没有彻底熟透，便会保留其中的毒素。哎呀，当时我过于关注了河豚的毒素，结果忽略了牛肝菌需要高温消毒的问题。阁下，阁下，哎，感谢陆掌柜点醒了我。还有个小问题，关于那个砂锅，按照这样长时间的高温使用，它应该早就有裂纹才对，可为什么？阁下好眼力，我还以为没人会注意到。此砂锅名为凤归巢，是我亲手制成。我在传统的夹砂陶制作过程中，混合了一种西域的石头，可以极大的让砂锅承受高温，从而使食材达到最舒适的口感。这陆小天太不简单了，那个西域的石头应该就是后来的李辉石，错不了。没想到未来才发现的砂锅加固法，陆小天已经提前发现了。你看，我光想着做菜了，真是失礼，还没请教阁下尊姓大名。在下李瑶。哇，才发现是对面天上居的李主厨啊！是李主厨啊，他的手艺也不是吹的呀。原来是天上居的李主厨，久仰大名。原本还以为是恶劣的竞争关系，没想到却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呀。李主厨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哎呀，陆掌柜，你别这么客气。既然今天你我兴致正浓，不如我俩来个厨艺交流。虽然我等只是厨师，就算菜做到极致，也比不得建功立业那般光宗耀祖。但民以食为天，食饱则兴，食美则福。我最开心的，便是见到人们饱腹之后的笑容。我相信，在这点上，你跟我一样。李主厨，望赐教。大洋洋，跟他比！姚哥，跟他比！对呀，跟他比，谁怕谁呀？自教不敢当，不过，陆掌柜，有一点你错了。任何事情，只要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快乐，它就已经是一种荣耀了。我接受你的挑战。比厨艺，我还没怕过呢。这就是惺惺相惜吧？说得好。哎，这不是金陵美食商会的会长吗？那个是陆一鸣，居然出宫来给儿子捧场了。李主厨果真名不虚传呐。没想到两位如此年轻就能有如此心境。爹，你们怎么下来了？这是谁家的孩子？怎么还有小屁孩啊？前辈，你没事吧？没有事的是我的。前辈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们别大惊小怪的。是不老叟。不老叟？难道是那个？没错，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美食家。传说他研制出了一种名为不老鹿的汤，可以永葆青春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。您好歹也100多岁了，还是要注意安全才好。100多岁，高手过招，我应该见证见证。那就请前辈出考题吧。这次考题恐怕很难了。李主厨，我们准备开始。试办的怎么样了？被阳光点亮的滤镜，融合在斑斓的彩色里，近距离的轻言细语，想要知晓到底有多动听，跟随时光变透明，仿佛在
所